你好，歡迎收睇英皇金融集團網上講座，我叫 Kelvin。咁睇翻最近呢個星期，美元走強，美國聯儲局嘅官員多次警告，央行今年可能會加息2至3次。如果經濟成長持續強勁，多數嘅決策官員都會支持喺6月份加息。加息嘅言論就令美元最近係走高嘅。喺近期美元走強嘅情況之下，黃金同原油嘅走勢出現咗2種唔同嘅情況。對於石油同黃金呢種相關性比較高嘅資產嚟講，目前嘅情況並唔常見嘅。近期公佈嘅美國5月份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嘅低過4月份嘅總值。今次數據打擊咗美國經濟將會喺第2季度反彈嘅希望。隨住美聯儲6月加息嘅預期機會大增，美元仲有好大嘅上行空間。不過美元嘅漲勢暫時受阻，依然為石油同黃金提供咗一定嘅支撐。但呢2個品種嘅走勢卻有強弱之分。最新公佈嘅原油庫存表顯示，EIA 原油庫存創咗2個月以來最大嘅跌幅。而另一方面，美國商務部星期2公佈嘅新屋銷售數據大漲咗16%，係24年嚟最大嘅單月漲幅。新屋銷售亦錄得近8年嚟嘅最大增長。美國樓市需求企穩，而且供應有限，表明咗房地產嘅市場已經開始復甦。另外，就業穩定增長同較低嘅利率支持，都支持咗美國房地產嘅增長。數據利好美元指數進一步走強，令金價受壓。而貴金屬方面，上個星期美國聯儲局最新會議記錄嘅態度令市場驚訝。而家6月升息嘅可能性對金價相當不利。不僅於美國元走強，連2年期、10年期嘅美債利率都上漲。從長期嚟睇，美金價應該喺每盎司1200至1250美元之間徘徊，1300係黃金明顯嘅阻力。咁如果有任何問題，隨時歡迎同我哋聯絡啊！